继续来看，根据统计，冷癌是咱国女性会治疗的癌症是排头名的，而且一年就增加超过15000个患者。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，有要4成的患者因为做治疗，月事提早停去；有超过3成的患者有骨头含梢的情形。就有医师讲，这几年因为用化疗是较济，会造成冷癌的患者体内女性的激素降低，加速骨头含梢的情形。 徛伫舞台顶，甲大家做伙唱歌。伊是71岁的白女士，49岁时阵捌治疗黏癌，接受治疗了后已经治好，无意外刷变骨质疏松。膝盖都觉得好像都没有走路，稍微走久一点就会很酸，还有脊椎也不舒服。 黏癌是咱国女性较会去治疗的癌症第一名，一年新增加超过15000个黏癌患者。进前黏癌防治基金会甲罗东破爱病院合作，针对1255个固定门诊追踪的康复患者进行调查，结果发现有将近4成患者因为黏癌治好提早停经，16.7%有骨质疏松，17.7%有骨质流失，4成康复者内底有骨质疏松的相关镜头。 它的流失的速度又更快，所以他们就必然会有时候会有关节疼痛、麻木、背痛，甚至于骨折。 医师表示，最近黏癌较接看的化学治疗加红斑宽酶抑制剂这个治疗方式，研究是讲自然停经女性，当年骨质流失敢若1%，啊，不过化学治疗致使患者提早停经的头1年来，骨质密度会减少8%。红斑宽酶抑制剂是因为降低身体雌激素的量，使得骨质流失，造成骨质疏松。治疗了后第1年，骨质密度差不多减少2.5%。可以看看说他有没有身高变矮。 变矮4公分，或者有不明原因的一些驼背的现象，有些人会有跌倒，它会造成腰椎骨折、大腿骨折或手腕骨折。医师表示，因为骨质疏松无任何镜头是严重的疾病，尤其女性停经了后，也是黏癌患者接受治疗了后，骨质密度就会快速流失，啊，不过家己无感觉，所以建议会当透过检查了解骨质的密度以外，嘛建议爱加食钙质、维生素 D、镁，啊，佮透过运动、曝日，减少食高磷、高盐分的食物，用这个方式才通预防骨质疏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